嗱，呢個景觀夠晒開揚啦啩！高爾夫球場、河景，再加埋呢個日落，如果再有一個朋友喺呢度飲下茶、傾下偈咯，咁就無敵啦！呢個咧係1200尺，做4房2廳2衛嘅設計，入嚟咧3.8米嘅開間，而且係餐客一體嘅設計，空間感非常之闊落。而廚房呢邊咧 L 字形，所見即所得，仲帶埋一個生活露台俾到你，望嘅景觀都非常之開揚，山景嘅景觀。咁休息區咧就喺呢邊。呢個戶型咧過渡非常之特別，有一個位置咧你可以用嚟做一個置物櫃，你有平時好中意嘅手辦啦，都可以攞嚟裝飾下你間屋嘅。咁呢邊嘅話，而家首期10萬蚊就可以上車噶啦，精裝現樓，送埋全屋家私家電，不但止啊，再送埋車位俾到你，停車都唔使煩，而且咧亦都非常之靠近深中通道，翻香港都好方便嘅。呢邊咧就係主人房嘅套廁啦，浴缸都係交付標準嚟㗎。咁主人房呢邊咧最大嘅亮點就係呢個景觀飄窗。嗱，平時坐喺呢度望下日落，望下高爾夫球場嘅景觀，係咪好正呢？嗱，咁如果對呢個屋苑有興趣嘅話，嗱嗱聲聯繫我啦。